Hello，大家好，我係 William 啊。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啲對你非常有用嘅信息。喺過去10年間，香港一直保持住全球出生預期壽命最高嘅地區。點解香港人咁長壽嘅呢？隨住大家健康意識嘅提升，喺現今都市人嘅生活裏邊，越嚟越多人會根據自身嘅需求服用一啲保健食品嚟維持健康。喺選擇保健品嘅時候，大家會經常關注一個非常重要嘅問題，就係保健食品嘅吸收效果。點解我嘅朋友吸收得咁好，而我又吸收得唔好嘅呢？咁究竟點樣先至能夠俾保健食品發揮最佳嘅功效呢？醫飛喺保健食品嘅領域帶嚟咗革命性嘅突破，食得嘅遠紅外係透過醫飛專利技術，全港首創將遠紅外能量導入保健食品，開創一種全新嘅養生方式。經過科研實證，醫飛專利技術係可以調節細胞嘅免疫功能，達到雙向調節作用，同時亦都可以令水分子團變得更細，促進營養吸收。所以食用醫飛嘅保健食品，能夠使遠紅外能量直接喺人體裏邊運作，促進你嘅血液微循環，顯著提升保健食品嘅吸收效果同整體功效，達到食保健品嘅最佳狀態。咁到底遠紅外線係咩嚟嘅呢？遠紅外線係一種安全而且有益嘅健康自然能量，同人體嘅氣血運作息息相關。透過能量震動嘅特性，深入人體嘅組織，改善血液微循環，促進氧氣同營養嘅輸送，調節經絡氣血運行。醫飛專利效能場導入技術係一項通過遠紅外線同分子相互作用改變物質特性嘅專利技術。由醫飛專利技術製作出嚟嘅遠紅外線，通過釋放4至20微米嘅波長振動頻率光譜，可以同人體產生一個同頻共振，幫助改善血液微循環，達至整體健康。唔需要依賴天然礦物質，解決咗傳統遠紅外線產品常見嘅量化困難啦、質量唔均勻啦，以及間接嘅輻射同氧化問題。而遠紅外係咪真係可以食嘅呢？醫飛專利技術直接將遠紅外能量導入食品之中，因此絕無添加任何其他發放遠紅外線嘅礦物元素，例如坊間常見嘅石墨烯、蔗肽、砭石等呢一類產生遠紅外線嘅原材料。此外，所有醫飛嘅遠紅外保健食品亦都經過嚴格嘅監控，確保所有產品符合食品嘅安全標準，並獲得多個國家同地區嘅專利同品質認證，係可以放心安全食用。健康係人生最大嘅財富，而醫飛食得嘅遠紅外保健食品系列，正係以創新嘅科技，將遠紅外能量融入保健食品之中，令保健食品嘅營養成分更容易被人體吸收，由內而外直接改善健康，全面提升保健效果。要記住，食得多不如食得啱。醫飛食得嘅遠紅外，為你嘅健康提供更強嘅保障。